阵摇篮花香味，树头记七只欢喜甜，今时溪水边草木清水水果甘甜，我看见上帝的定充满伫万面。一枝草，一点露，显明天白大慈爱。一口气，一滴水，修饰完我命的方向。一心踮伫主的内边，乌罗里创造大关联。大家平安，咱今仔日要来读《申命记》第28章第1节到第14节，遵行诫命受祝福。咱做伙来读。恁若真正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伊一切的诫命，上主恁的上帝要互恁比天下万族更较强盛。恁若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这个福气就要丰丰富富临到恁。恁伫兄弟伫乡村要得到祝福，恁生的儿女土地出产的，真生生的，伊及牛仔囝、羊仔囝，拢要得到祝福。恁的篮仔甲炒米粉的盆，拢要得到祝福。恁厝、恁日，拢要得到祝福。才会攻击恁的对敌，上主要互恁甲因拍败，因对一条路来攻击。要伫恁的面前对7条路逃走，上主要互恁的七寸满满，事事亨通。上主，恁的上帝要伫赏赐恁的地赐互恁。恁若遵守上主，恁的上帝的诫命，行伊的道路，上主要照因对恁列世的，设立恁做伊圣洁的子民。天下万族看到恁属伫上主，就会敬畏恁。上主要伫伊对恁列祖列世赏赐恁的地，互恁所生的、真生生的、土地出产的，充足有存。上主要互恁开伊天顶的宝库，照季节落雨互恁的土地，互恁事事亨通。恁要祝福真济国，毋过毋免甲人祝。恁若听趁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上主，恁的上帝的诫命，切实遵行，无偏左偏右，离开我所命令恁这的话，去服侍别的神明，上主就要互恁做列国中最头，无受支配。从28章第1节，我们可以看到神与百姓立了盟约，百姓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上帝就必带领他的百姓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上。从28章2到8节，我们可以看到遵行神的话语必定蒙福，神会在你的生活上、收成上，不只是人，连牲畜都祝福你。它会使你的农作物丰收，牲畜兴旺，并且在面对仇敌攻打时，能将仇敌打败。仇敌从一条路来，7条路逃跑，意思就是仇敌会四散逃窜。这都是因为上帝与你同在，让你有这样子的信心去面对这些种种的挑战。
这些种种的福气都说明了，人若是严谨遵守神的律法，神在天上就要打开请福的窗户，让你这些福气倾倒下来。这些都是神何等伟大的恩典。这些福气的临到，在神的眼中都是全然的赐予这些遵行他律法的人。而其实神从埃及地将这群人拣选拯救，这已经是最大的恩典。而后立约，并且给他的百姓一个当行的方向。而百姓若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继续去行的话，神的福气就要继续倾倒在这些百姓的身上。这不是恩上加恩吗？弟兄姐妹们，这样的福气你们想要吗？在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后，神已经拯救了我们。如今遵行神的诫命，会让我们的人生更蒙福。虽然如此，我们的人生还是会有遇到风浪，相信这也是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经验在试炼我们。所以在不同的情况当中，我们都仍然要依靠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谢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已经拣选了我们，将我们放在你的计划当中。如今我们更要时时警醒，遵守你的话语，好让我们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那蒙福道路上。我们的家庭、工作、经济、健康、人际关系都要因此受祝福，也让我们成为众人的见证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风吹来一阵摇人花香味，树头枝赤鸟欢喜